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13节。马太福音第5章13节，白话语圣经伫新约部分第4页，其他的版本请咱看银幕。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用啥物互伊咸？后来无路用，不过ฮ็伫外面，互人吞啖若定。以上。咱要请本堂陈主任长老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复兴教会这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内底的盐。复兴教会这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盐。你们平安，真欢喜转来甲咱做三甲做礼拜，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伫即日恁要欢喜快乐。咱大家来宣告来，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伫即日你要欢喜快乐。举起祝福手，甲前后边的人讲你的心内今仔日一定有平安甲快乐来。你的心内，今仔日一定有平安快乐。阿免。香港有一个王牧师，伊要去讲道，伊上计程车以后，真紧就讲，赶紧，驶到什么所在去？迄个计程车司机吼，挖头甲伊回一句话讲，像耶稣咩？讲要去讲耶稣吗？哦，这个。王牧师吼，心内错一个讲哈，伊哪知影我要去讲耶稣？总是一个想，毋是这个意思。因为讲耶稣伫香港人的心内，已经成做轻视的意思。互伊感觉讲，这个计程车司机是咧轻视我呢？为什么会造成今日这款现象？伊个回想，因为有足侪时间，基督徒拢无好的见证。基督徒咧讲的时阵吼，讲甲喙烂全破，但是若要做出来吼，有心无力，所以伊伫遐感觉非常的艰苦。兄弟姊妹，咱的生活中间，你是毋是有感觉？若你对人讲耶稣的时阵，讲甲心内，即讲甲喙角全破，总是若要做出来的时阵，真正有心无力。所以，伫即个世代，咱知影启示录第4架尾已经出现，迄个上界严重的迄个野兽已经出来，咱着要搁较警醒，互咱的生活会通荣光上帝。启示录第4架尾是啥物马？啥物色的马？灰马啦，灰马。即只灰马骑马的人，伊的身躯穿一领衫，叫啥物衫？来，顶面写啥物话？死亡。有讲到啥物代志？讲到战争、瘟疫、饥荒、地动，拢有对毋对？最后一项讲，阁有啥物话呢？有野兽会出来。你讲无看到野兽？有啊，今仔日野兽已经出来。遐个无人性的人就是野兽啦。ISIS、盖达，这拢是野兽。伫学校、伫内面、伫共扫射的，台北的捷运、政界，这拢是野兽，这拢已经失去人性。所以第4架尾的尾后，野兽已经出现。兄弟姊妹，咱都要警醒祈祷啊！请咱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将安后圣日收束阮，你也鼓励阮，既然信你的人来就近你，因为信你的人有称大福。主，阮感谢你的听堂，都是阮回想阮的过去，阮的生活中间，并无真水的见证。主，阮回想，阮互人看到的一面是啥物？
人伫后面在甲阮讲的是甚物？主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常常用反省的心来省察阮家己，因为你藉着约翰所预言的世代已经完全出现。主，我要恳求你来帮助我，互阮伫基督徒伫即个末世的世代，会通真正做盐做光，荣光主的名。求圣神来开阮的心目，求圣神也开阮的心门，求圣神也开阮的心耳，互阮会通将主你的话听入去，互阮会通看见主你的话的奇妙，互阮会通思想主你的话，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伫阮的日常生活、待人的中间，会通活出水的见证。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阮甲南教会会通复兴起来。主，我今日看到偌济兄弟姊妹无来礼拜，主，阮的心艰苦啊！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今日圣日总是淹没伫阮的中间，主求你来帮助阮。主，阮甲南教会要复兴。阮需要圣神的运行伫阮的中间，恳求圣神来帮助，来引带，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晓有觉醒。伫这个末日的时代，阮都要做甚物货，才会通影响阮的社会，影响阮的国家。圣神求你今日来指点阮、启示阮，互阮会通看出你的话的光明。也互阮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常常思想笑念，也互阮会通激励别人，会通引带别人，会通引带遐领心倒退的兄弟姊妹，倒转来到主你的面前，甲阮三甲敬拜主，甲阮同入天国，主你的恩典甲阮同在，落幕伫主的面前，恳求祈祷袂堪折。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前3摆我有讲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姊妹，咱再来复习一摆。茶是甚物货呢？建立家庭这段，家庭这段，咱总会伫2006年。有对国教会的牧者讲，着爱逐礼拜爱写一篇祭单，所以我对迄个时阵开始，10年来我拢无停止过。这是后礼拜伫我的教会的家庭祭单。因为即摆恁若要爱的时阵，会通对文成长老来影印，我只有9份，1份交互伊。年底。家庭这段会印几本出来，假使你若有需要，会通对文成长老遐来登记。家庭这段非常会有价值，因为伫家庭的内面，你会通甲你的囝儿做伙来读圣经，来思考上帝话，互你家内的信仰的传承袂断去。所以茶是提醒咱爱建立家庭这段。第二个是米，逐日你爱读圣经、读灵粮，因为米是咱的灵粮。逐日有咧读圣经的，请举手。真好。逐日有读圣经，佮将圣经内袂晓得的、袂明白的，有记落来，有熟练的笔记簿的，请你举手。真好，真好。咱拢看过新约圣经，嘛看过旧约圣经。圣经已经读1摆以上的，请你举手。真好。圣经伫新约保罗的批信的内面，有讲到7种的奥秘，你知影举手？旧约民数记，我即摆手摕就是民数记。民数记有讲到5个奥秘，你知影举手？
我有一礼拜，考务师伫台讲，有位兄弟姊妹讲，读圣经读甲足无趣味的。你有即款心态，请你举手。哇，读圣经读足济摆啊，读甲拢无趣味。啊，是安怎会无趣味？因为毋知啦。圣经你若知的时阵，你会感觉足趣味，会愈想要研究圣经。所以圣经一定爱读，逐日的灵粮一定爱读。第三是油，油是代表上帝即个圣神上界常常用到的一款的物品，代表圣神抹油伫咱的身躯，代表甲咱甲圣神的沟通，这是用油来代表。虽然有9种的上用灯，但是咱知影油是上界常用到的。除了茶、米、油以外，今日要甲咱讲的是盐。今日所读的经文，捌有信徒安尼问我讲，为什么耶稣讲咱是世间的盐？伊他无讲咱是世间的金银选酒。兄弟姊妹，你感觉真趣味对毋对？耶稣无讲咱是世间的金银选酒哦，耶稣讲咱是世间的盐，足奇怪的吼。无毋对啦，耶稣甲咱讲的是讲咱得爱用做上界有路用的物件，虽然价钱无真悬，总是伊的路用是非常的广阔。盐的作用有偌济，有足济哦。我举几项、7项，互咱知影。第一，盐会通食，煮物件若无下盐，咱大家拢知影吼，都食袂落去。讲这歹食，盐嘛会当卤物件，卤互伊真香，真好食。吼，咱拢总爱食卤卵，有的人真爱食吼，逐顿一定爱食卤卵。盐是会通食的物件。第二，盐是会当来做防腐剂，你毋免放防腐剂啦。上界天然就是用盐吼，食品要放互久长，就是加较济的盐，来甲生，伊就会变真好食。咱日本人真够生这的酱菜，拢足好食。中国人嘛袂歹，咱台湾人有若学着日本人的气味吼，拢真够用盐去生物件。盐会通来消毒，这第三款的路用。善良人的厝吼，若无起锅，无钱通买起锅，伊就种盐混伫起面的顶面，来滤喙齿吼，滤喙齿。我早起咧讲的时阵，迄个科技师嘛，一个咱中间伊嘛伫遐点头讲无毋对啦吼。这用盐来刷牙吼，会通杀菌，会通互喙清气。第四，盐会通治病。细汉的时阵，看医生拢爱钱啦吼，无像即摆遮方便讲有即个全民健保去看医生无钱看医生这扁桃腺发炎吼，扁桃腺吼，若发炎的时阵，老阿嬷吼，还是讲老母就用用滴尾去运一个盐吼，叫你喙开开，就对迄个扁桃腺的顶面甲点落去吼，无偌久就好去安尼吼。盐咱有当时感冒吼，毋免看医生啦。我讲这对医生较实力啦吼，因为医生若无人去看吼，伊会无生理对毋对？都无趁钱吼。所以有这医学家甲咱讲，若感冒的时阵用盐水焗喙吼，焗5-6摆，一摆30秒。甲配出来，一日焗3遍，照早起、中昼、晚晚安尼甲焗喙，你个感冒就真紧就好去。所以盐确实有治病的功效。第五，盐伫即个落雪的所在，你若甲压落去吼，迄个雪会真紧就扬出一条道路出来。所以咱若去美国住久的人，咱就知影吼，伫遐车就会当通行。第六，盐若放伫航路边，伊会保温。盐若放伫即个远洋的即个渔船的冰库，冰甲散盐落吼，冰着较冷，冻较久。所以盐的作用非常的奇怪吼，会通保温，佫会通保冷，保冻吼，这是非常奇怪。第7项，
其他啦，伫关山地区，咱若啉盐茶，食即个乳酪吼，会通补充气力，毋惊高山症。所以人爱爬山的人一定要知吼，盐茶加乳酪吼会毋惊高山症。视频头家嘛，甲咱讲，咱若食天然的海盐，伊的内面有14种的矿物质。会通增加咱的健康，袂有高血压，所以高血压毋通食盐，这叫现代的食品学家已经甲讲破了。咱都爱食，毋是食清济盐咯，爱食天然的海盐，天然的上好，上帝所创造的上好，所以上帝创造的拢是好哦，因为伫创造逐日咧结束时说，上帝看伊所创造的拢是啥？好所以天然的上介好，甲你的边仔前下人讲，天然的上介好，天然的上介好，大家一定要好好来用上帝所赐的物件。有真个物件会歹去，会腐坏，总是你绝对毋捌听去讲，阮兜的盐臭酸，捌听过毋捌啦。讲盐太会臭酸，绝对袂臭酸啦因为盐袂变歹去圣经内面有足者即个盐的经文并无偌济，但是有若有有提10几项伊是一个真纯的物件，嘛真容易来净化搁再来，伊是永远袂变质的物件。所以耶稣咧讲，恁是世间的盐意义足大，你知毋知？就是爱咱袂变质，爱咱性格，咱会真紧就净化咱伫耶稣的内面是纯物质，耶稣要求基督徒都要做即款的盐，有即款的生活。所以伫圣经内面讲到盐的时阵，拢是用实际的情形来表露出来。伫新约内面，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你伫世间都要有盐的作用，这是有真特别的意义。耶稣爱基督徒诚做世间上介普通。上介无起眼毋是迄个人看毋上目的，总是却是上介有路用的物件。盐的作用拢是大成牺牲家己去帮助别人。耶稣伫教门徒讲：恁伫世间的盐的时阵，然后伊他讲：恁是世上的光，所以一定爱做盐，才会通做光。一定要照顺序来，咱若无当做盐，检测咱无当做光。台湾有某一个教会有一个长老伊是1万60亿的好业人，现在伊的太太长老娘，伫早时捌去美国学敬拜学了，后来甲即个长老结婚，长老的事业哪来哪大，总是最近这10多年来即个长老娘带因教会的宣教的队伍去到伫中国上界散车、上界偏僻的地方去遐咧宣教。伫敬拜时阵，伊通带敬拜学咯，嘛向讲道，嘛通讲道。总是敬拜煞的时阵，你看卖，即个长老娘无看家己的身份是好野的贵妇人，拢总无啊。伊帮衬遐个散车的中国遮个负责人，伫遐洗肠、煮食、烹茶、七内面，哇，拢总家己咧做。因教会遮姊妹看到实在是真毋甘啦，讲哎呀，长老娘你毋免做啦，你伫厝里也捌做管事这讲无啊，这是我心灵的服侍，兄弟姊妹。伊即款的作为，拄啊亲像《道咧沙传》内面所讲的，讲因为伊活我做盐，互全世界看到耶稣的光。兄弟姊妹，咱若活我做盐，就会互全世界人看到耶稣的光。所以对安尼会通看出来，人若无大成，基督徒若无大成做盐，就无法度通做光。基督徒是安尼，传教者要甲是安尼，
传到这一定爱大声为别人、为信徒来牺牲，来献上家己，若无就会失去做工的条件。今日咱要探讨教会复兴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第4项，也是上界中央的一项。盐是教会复兴上界重要的要素。大先，咱要对旧约来看盐的含义。盐是甚么货？盐是立约卖货洁净的盐。伫利未记第2章第13节，安尼讲你若献素祭，都要用盐来调和。伫素祭顶面毋通欠缺甲你上帝立约的盐，袂使无即个盐，因为盐是表示甲上帝立约，一切的物件拢都爱配即个盐来献。所以咱知影献祭的时阵，都是爱下盐，因为上帝甲咱立约，咱今日信耶稣的人。咱已经对伫耶稣基督甲上帝立约，伫民数记第18章19节嘛安尼讲。民数记18章19节，讲以色列人若奉献了耶和华的古祭，就是安尼，会安尼压一个压起来安尼古祭就是拢要互祭司甲伊的囝儿，总是安怎？总是这是甲耶和华立约的盐约。盐就是袂毁坏的意思。现即卖咱听到盐、想到盐、看到盐的时阵，咱都要知影讲，上帝已经甲咱立约。上帝是信实的，是圣洁的，伊的慈爱永远不变。这甲彼得伫伊的会场的中间，而且甲这正信徒讲，恁是受拣选的族类。是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同款。所以，咱是受拣选的族类，是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百姓。所以一切要献的，都要有盐，都要会记哩盐。盐若放起哩以后，伫咧烧祭的时阵会出白烟啦，互人看见足圣洁的会款式吼。所以逐项的祭拢都要撒盐吼，都要下盐吼，互盐看即个烧起来时阵看到真圣洁有发出白烟吼盐互咱记得上帝的信息甲圣洁，所以咱必须爱保持圣洁。希伯来书甲咱讲，人若无圣洁，袂通亲近上帝。人非圣洁，不能亲近上帝。所以咱一定要圣洁，过来，咱爱知影盐是医治的物件啦。伫列王记下卷第2章19节到21节，有讲到耶利哥城的水源有毒，人食了会死。遐个果子握到即个水的时阵，迄个果子还未成熟就落落来。所以伫遐耶利哥城的人来甲以利沙讲即个代志。以利沙讲，摕一个新的竿倒盐来，敢若安尼拿掉，就甲盐倒落即个水源的中间水就受医治。所以耶利哥到伫耶稣的时代是一个樟树城嘛是一个真芳。因为有生产作者这真芳的果子迄个请放下骹耶利哥城咱看耶利哥城以利沙所医治的泉这是第一张后壁迄个就是表现讲伊伫8000年前敢若就有人类的迄个骹惹伫迄个所在即嘛伫乌所以这是受以利沙医治迄个泉。兄弟姊妹，你若有钱一定爱去圣地行一撮，一定爱去圣地行一撮10几万去圣地行2礼拜，就知影讲咱所信的上帝真正是活的上帝啦，真正是活的上帝。
所以盐有医治的功效。过来，盐是带来福气。伫以赛亚30章24节，以赛亚咧讲描写一个仰望耶和华的国是受祝福的国，讲蒙福祉的国啦吼。国富民安，民生祥和，经常就是牛甲驴有加即个盐的饲料通食。加盐是会互精神来补充因的矿物质，增强因的气力。所以仰望耶和华的国家，连动物拢有福气。仰望耶和华上帝的家庭，拢要得到福气。仰望耶和华上帝的人，拢要互边仔的人得到福气。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呢。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咱伫信，咱对信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咱毋通记着，咱要互世间人得到福气。请举起你的祝福的手，甲前后边的兄弟姊妹讲，你要互世间人得到福气来，你要互世间人得到福气。阿們。過來講，鹽是保護的用意。伫以西結16章第4節，又描寫一個剛出世的嬰仔，是要用水洗，是要抹鹽伫伊的身軀。抹鹽的用意是要來保護這個嬰仔，互這個嬰仔通興奮起來。這是猶太人的做法。所以猶太人的做法是照上帝的教示所以因有安尼做，總是鹽有保護的意思啦。當囡仔燒鹽的時陣，伊是講所有的這個細菌會離開伊，所有這個歹伊當出世這個歹會離開伊。當然，即馬醫學品質個較發達，所在也愈濟，總是佇以色列人的時代就是安尼，因知影。家囡仔大成燒鹽，有保護，所以鹽有保護的意思，有振奮的意思。以上是咱對舊約中間會通看到鹽的功用甲標點。安尼，耶穌愛新約的信徒做世間的鹽的意義，是毋是同款呢？無啥同款。對佇舊約有人講鹽是袂響爛的物件。鹽是豐富的物件，鹽會通保留物品到佇較長的時間，所以佇出來記第30章34節到35節嘛安尼講講連要奉獻佇上帝面前迄個芳芳的香料，嘛都愛放鹽落去這個用意去查的結果是講，伊要互這個香料保持較久啦保持較久。所以，雖然三款香料的物件總是同款量，總是做成這個香料以後，都要放鹽這是照做香料的做法，要互伊潔淨清氣。佇基督徒對佇世間甲人直接的中間，有豐富敗壞的功能。有改善不良風氣的功能，有阻止罪惡發生的這個功能。所以這是咱聽到耶穌講，恁是世間的鹽的時陣，咱都要想到這三款，就是有防止敗壞的功能，有改善不良風氣的功能，有阻止罪惡發生的功能。第一。阮青年的時代，佇台灣捌發生一個代志，就是佇台大有3個基督徒的學生因甲一個清華大學，迄個清華大學要佇台北毋是佇新竹做伙，因佇即個宿舍做佇學生宿舍的中間，因佇遐做真好的見證。後來就是講因佇宿舍。在大的時陣，若有人咧拍牌，因會去甲伊勸勉；有人咧宣花啉酒，因會當甲伊勸勉。因為即擺
3个叫做足好的见证。因看免因都爱认真读册，后来这3个人吼，这四位拢去美国去有诶伫伯克莱，拢做美国足优秀诶学校，嘛做真好诶见证，伫美国做足大诶即个官员其中一个就是伫迄个甘乃迪总统迄粒太空船要去月亮，要拍去月亮迄粒，要拍去诶时阵，伫美国诶太空总署用电话甲即个甘乃迪总统联络讲，总统所有诶即个物件我拢算过啊，所有诶线路拢准备好势，请总统你迄粒钮按钮啦就是要发射啦要按钮发射。迄个人是台湾人诶基督徒啦，是咱台湾人公山诶人，公山教会诶人。遐尼即卖，咱毋通看轻咱家己呢。你看，即个基督徒因伫学校做真好诶见证，伫国家嘛做真好诶见证。后来因嘛有培养一批人伫台北即卖真理堂即个教会，就是拢对代出来，就是因培养出来诶后代。所以盐是有丰富诶作用，盐是袂伤烂。总是耶稣甲咱讲，盐上大诶功能就是调和，互任何诶物件食起来拢真好食。即个调和作用，亲像马可第9章第50节所甲咱讲诶，讲盐本是好，若失味，通用什么互伊搁咸？恁诶内面应该有盐，彼此和睦。伫哥罗西4章第6节。保罗嘛劝勉哥罗西信徒讲：恁的言语都要常常带着和气，亲像用盐调和，就会通知影怎样来应答回应别人。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教会的兴起甲衰微，甲这个和睦就有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和睦是咱现在教会上界需要的，来劝勉和睦，用和睦的话来劝勉，这就是咱的俗语所讲的，讲家和万事兴啦，对不对吼？家和万事就会兴。我较早少年时阵高雄的新阳长老教会伫遐长大，我新阳教会因安尼兴起的原因是啥物？是因为长老甲牧师非常协和。伫因个中间非常的和睦，哇！迄个时阵就开始一直兴起人足济总是新的一批长老甲牧师无好的时阵会友少了走对伊的机会，即个得升去所以得升教会才变做1000人的教会，母会咧剩200外个，所以咱知。教会的兴旺甲衰微，和睦就有关系。伫咱总会事务所的边仔有一间中华基督长老教会，是外省对中国来的时阵带来的长老教会。因为牧师最近写一个见证出来，伊讲因咧教会37年伊讲前10几年安尼教会吵吵闹闹。拢袂兴旺，大家看到嘛讨厌，对毋对？像咱的国家即摆安尼吵吵闹闹，互咱感觉即个国家通有值得咱大落去所以教会若吵吵闹闹共款袂兴旺，拢伫200外的中间袂兴旺，总是后来即个新的牧师来，甲因劝勉，教会一片的好气，哇！这会友已增加到即卖是2300外个人，安尼因的历史37年中间，增加到2300几人。兄弟姊妹，咱已经50岁安尼，咱即卖都要开始来成长啊！咱的教会和睦啦，咱对今年开始要开始来成长，咱的人数要开始来增加，用和睦的话，大声
来大家相款待，互咱的教会兴旺起来。请甲你边仔前后的兄弟姊妹讲咱教会要开始成长，咱教会要开始成长，咱的教会要开始兴旺啊！阿免。教会和睦就是形成发展的基础，教会和睦就是盐的见证。安尼盐有啥物特色？伫咱头拄所读到的圣经，马太第5章13节，耶稣为什么爱伊的学生做世上的盐？这甲耶稣所讲过的话有关系。讲人若要跟对我，就爱安怎？看无家己啊！咱台湾烦恼较水哦吼，国语讲舍己，舍己感觉较严重啦吼，舍己。耶稣讲就爱看无家己，甲耶稣的教示有关系。因为盐的特色就是伫伊消失无看到的时阵，才会发挥上大的功效。那假使人要看到盐，就知影讲伊的功效还未完全发挥啦，吼。毋知恁听有无？我等下个边讲吼。香港基督协即亚洲基督协会会同工伫非洲伫亚洲菲律宾的即个三面市吼，三面市吼，伫遐因有一个女同工来主领来带领，因大家同心合意伫遐起造上帝的教会。当地的信徒大概拢是真善巧、真贫困的信徒，伫因的市内吼有天主教的势力不只稳固，伫山顶有回教的叛军，定用迄机关枪伫遐扫射吼，互人感觉真惊吓吼，无张离晓扫着就会死亡吼。总是安怎？总是即个姊妹带因的同工伫遐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合上帝意思的教会啊，遐个姊妹伫遐所表现的，互咱得到一个真理，就是讲，伫困苦的情景做盐比做工较有效。咱看迄个姊妹吼，伊定定冒着危险，送物件去半山，咱山顶是回教的叛军的，伫遐扫射机关枪，拢是啊，定定冒着危险摕物件去互遐散车诶。兄弟，因若要种田，半山嘛有人种田啊。因着带一寡人去遐斗割草，去遐偷骨头。若有人破病呢，知影对面若会记仔有人破病，伊冲去了，就甲这病人挨当脚底病，就带到因家己的病院因有一个医疗中心，因安尼伫菲律宾经营，较无10年，因有办学校。有一个医疗中心，因伫人上界需要的时阵，因拢会马上到伫迄个所在。因拢点无伫遐出声，伫做福音的见证。我头拄所讲，盐若无消失的时阵，未发挥伊完全的作用。当咱伫做好事。当咱伫社会伫帮助人，若定互人看到咱家己的时阵，咱的功能还未发挥出来，还未完全发挥出来。总是咱若无去，咱消失，互人敢若看到耶稣基督的时阵，咱就是已经做盐啦。因为盐发生功效的时阵是无家己，是养伫迄个内面去啊，所以迄个光。耶稣基督的光彩照伫咱的身躯底下反射出来，兄弟姊妹，耶稣讲恁是世间的盐，然后他讲恁是世间的光，非常有意义，是咧甲咱指示，咱爱来先做盐，然后咱才会通做光。盐是袂失味，盐若失味，变怎互伊咸呢？有一款盐是。叫做盐伫咧盐石的内面，石头内面有大量的即个盐伫内面，伊就爱若要煮的时阵，就咧水辣辣的互盐扬出来，
到迄个石头若无剑啊，就甲ฮ็掉。总是巴勒斯坦耶稣诶大诶所在，因无即款严啦，无吼。耶稣讲盐啦，失味是啥物意思？哦，迄个咱若去以色列，咱就知影讲，伫死海边吼，甲伫咧海边吼，哦，迄盐吼，对敢若亲像山共款。因咧，咱这阿蒙头咧分即个沙石甲沙迄款诶机器吼，因是伫咧分迄个幼盐甲粗盐诶呢。看着足奇怪，我这盐是用安尼来做吼。总是伫耶稣时代无经济诶器具啊，所以因着安怎将伫死海边还是海边，遐个较有盐分诶沙，摕来落伫一个地仔底，白白咧吼，白个好势。要等于煮菜诶时阵，就甲一个地仔伫咧水里小可泡一下吼，伫咧菜汤诶内面小可泡一下，泡到迄个咸度拄好啊，就摕起来。有一天呢，盐分拢失去啊，敢若剩沙仔若定，迄个沙仔就安怎？都爱拼出来，迄伫路边，互人吞大了。所以耶稣咧讲的意思是安尼。当然，迄个时阵的人知影，咱这个时阵嘛爱知影。你若去耶路撒冷去圣地行一转，你就会知影吼。所以，若无路用，就是已经失去咸味。盐若失去咸味的时阵，就是爱ฮ็伫路边，互人吞达。基督徒若无发挥伊盐的功能，毋但会互世间人配烂吞达，连教会主要所的名拢会互人吞达。亲像香港有足侪遮达官贵人，因信耶稣是袂少，总是逐年若伫咧大球场咧祈祷会时阵，因拢安尼身段拢甲放咧吼，伫遐安尼。举旗啊，伫遐咧甲人咧画吼，真像镜头啦，看来是真热心，总是市民爱看到，毋是即个市民爱看到，是讲即个基督徒的市长到底有清廉、公平、公义啊无？无拍算吼，一方面讲家己是基督徒，一方面伫农历咧过年的时阵，佫去庙里吼，去带领遮个。全市的百姓伫遐咧拜神明求签哦，无拄好去抽到一支即个下签上歹的签，去互遮市民足甲骂一年啊。香港的现象是安尼，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2章第18节，伊咧强调迄个盐，就是要做啥物款盐，就是要就是你爱有。表现出来，用好气有见证即款的，所以伊讲，你若会做dit，就爱尽力甲众人和睦。教会要复兴，每一个基督徒拢就爱会记得家己是世间的盐，必须爱发挥盐的特色。大众就爱记得，咱所信的上帝是信实，是主爱，是永远不变的上帝。所以咱必须要圣洁，亲像盐的圣洁共款，的清气共款。因为咱是上帝国的子民，伫咱的生活，咱就要发挥盐的功用，影响力，对伫边的人拢爱有影响。伫香港SARS的迄段时间。香港有一个真好嘅女执事吼，伊去到上界贫民的地区去甲替贫民区的人扫水沟啦、清便所啦，帮忙因做遮代志。因教会姊妹拄着讲执事你睇做遮尼卑賤、遮尼下賤的代志。你叫人来做就好啊！叫恁查某囡仔来做就好啊！伊讲我卑賤袂要紧啊，若互耶稣高升，我就欢喜，我就有价值。我卑賤袂要紧，总是耶稣的名一定爱高升啊！兄弟姊妹，咱要建立一个和睦的教会、和睦的社会，咱一定爱有盐的作用出现。
盐就是安尼调和，甲有伊的特色。所以咱就要尽力拿话做直。敢若保罗咧讲即句话时是足苦心咧讲呢。哇，教会敢会遮尔差，遮尔妖乱吼！伊讲拿话做直，都要尽力甲正人和睦。这是诚做咱今日的金句，咱做伙来念一摆好无？来，拿话做直，总着尽力甲正人和睦。香港伫97年回归中国以后，有一个基督徒的官员，伊伫急流中间，伊就隐退，急流勇退吼。伊放弃所有关心的职务，去一间专门服侍善乡人的基督教的医疗机构，伫遐做总监吼。年薪是1箍港币吼，年薪摕1箍吼。伊虽然有博士学位，伊的学问嘛非常好，总是伊嘛是国内的机构的董事长，总是这位兄弟，伊伫迄个真大的会议中间，有人要请伊讲，你来讲几句话，甲阮勉励，伊拢是安尼真谦卑来提示，只有点点来做代志。伊的司机是一个吸毒的人，伊的司机因为看到伊的头家、伊的老板即款的行为，就戒毒来信耶稣，真无简单啊！戒毒来信主，伊受到香港大房地产的这商人的尊敬，因为伊伫做官的时阵，伊表明伊是基督徒，做真好的代志，所以伊的牧师有一遍对伊去开会，是房地产的大商人拢在场的会议，看到伊入场以后伊也毋是主要的人物啦，遐房地产的遐大头家大家拢徛起来，甲点头。牧师感觉足奇怪，讲恁哪对这个兄弟，对这个先生遮尔尊敬？伊讲伫香港阮所看到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个。阮所看过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个。兄弟姊妹，这是咱每一个人都应该爱学习甲记条。当人看袂到咱的时阵，只有看到耶稣的时阵，咱世界的盐的身份才开始成功。若无，咱所做的拢无成功。所以，无论咱伫敬拜俄的队伍内面，伫圣歌队内面，伫指挥的队伍内面，咱拢爱注意家己，尤其行讲台也是真注意家己。毋通抢摕上帝荣耀。当咱若看无家己的时阵，盐的功能开始发生，才会互人对安尼来看到耶稣基督的光。这就是盐甲光的关系。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恁大家，会通努力成做世间的盐。互教会会通真紧来复兴，互上帝的国家会通真紧来扩展。愿上帝祝福恁大家，三甲阿头来祈祷。兄弟姊妹，当咱在受耶稣在讲咱是世间的盐的时阵，你敢有想到，你以前是毋是有加盐这个身份做好势？当咱搁在一摆思考的时阵，你是毋是有决心要将盐这个角色做好真水？你若有这款的决心，请你用手放伫你的胸前，我要替你来祈祷。台湾教会150周年已经过，总是咱的信徒无甲10%来信耶稣，兄弟姊妹，伫我的感觉是真见笑啊！因为咱无见证，咱无真水的见证，尤其咱无盐的见证。
咱拢是徛伫人的面前，毋是为着荣光上帝，咱大声拢是为着荣光家己。咱伫教会服侍，是毋是有即款的心情，是毋是有即款的心理？所以咱搁一摆会记日，耶稣甲咱讲：恁是世上的盐，恁都要好好做盐。咱今日咱都要搁一遍决志，要好好来做盐，互人咱大声看无家己，互人也看袂着咱。咱就要成做耶稣基督学生。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真疼阮，你要怜悯阮的软弱，你要赦免阮的罪，你也要互阮每一个兄姊妹有觉醒，伫阮的生活中间，要照耶稣你的话，好好来做盐，互阮看无家己来跟对主耶稣。当阮看无家己的时阵，人就会因为安尼来看到耶稣，只有看到耶稣。主，阮感谢你的听通。主，阮有遮济兄姐欢喜，对今日开始要做耶稣的学生，看无家己，互主你的名应显伫因四周围的所在。感谢主，求圣神赐予因开力，求圣神来帮助因，求圣神来祝福伫因的顶面，互因有勇健的身躯，因的家庭和乐，因的事业非常发展，处处待人接物，用和睦的话来建立甲人的关系，来荣光天父上帝。感谢天父恩典。罗卜伫主的面前，来恳求祈祷，袂堪的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